今年初哦 ，DeepSeek 的出现，互人工智慧有愈侪讨论。早起一场会议，就有专家指出讲，咱台湾目前 AI 发展的问题，是因为运算能力佮资料库不够，甲其他国家发展的模型来讲，还无法度比拼。长久 AI 发展困境的座谈会顶面，原底的参加名单，数发部的处长国科会副主委无出席，即开场邀请众人的国民党立委赖士葆，就相批评讲。全球 AI 指数，台湾排名第21名，伫亚洲四小龙是排伫真后壁。即马 DeepSeek 雄雄出来 ，AI 已经毋是单纯的科技议题，是国力的关键。在一个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让大家先来做试试看。所以在台北市政府资讯局这边，我们就在每一年，我们请外部的委员来让局处提出他们想要用人工智慧解决的问题。我们先请这些外部委员来确定他在伦理、在法规。在技术上面是不是已经能行？不过透过人工智慧真正经的回答，感觉拢是正确的。伫微软的 AI 图片生成的平台顶面，写入中华民国的国旗，走出来煞是中国的五星旗，这也显示台湾伫国际 AI 领域互夺走话语权。开发全球第一个科技智慧开讲机器人的联合大学的团队，强调文化主权的重要性。那我们有很棒的这个民主。好像这些呢，都是我们的价值观。那如果呢，你今天用的是其他国家的这个 AI 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就很有可能呢，把这些我们原本台湾很有价值这些价值观呢，就可能就会忽略掉这样。国内人工智慧基本草案已经完成一套，为 AI 产业提供明确的法律规定。国民党立委呼吁行政院应该加速建立台湾超级算力平台，确保国家级的算力资源。也应该提出对策，让 AI 发展指数目标伫2年内进入全球前10名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